唔好彩地2個禮拜前咧就整親隻手指公，咁成個手指公嘅筋腱咧就斷咗。咁不過唔緊要嘅，可以繼續拍片嘅。我相信大家對滑雪有興趣嘅朋友都知道咧，嚟緊深圳咧又起新嘅室內滑雪場，號稱全球最大，然後使咗300幾億。點解大陸可以一路起室內滑雪場咧？每一年都係號稱全球最大咧？成個淵源又係咩咧？今日我哋探討下。2013年咧，中國嘅室內滑雪場咧，淨係得5間，又去到2023、2024年度咧，已經飆升到60間，係12倍嘅增長啦。全世界前10大嘅滑雪場，中國佔咗幾多間咧？我哋睇一睇。OK， 我哋睇下呢個大地球。第10名咧就係東歐嘅小國立陶宛 Snowers， 第9咧就係杜拜嘅 Sky， 第7咧有2個地方嘅，一個咧就係中國嘅長沙，另外咧就係德國嘅 Epicenter， 第6咧亦都係中國嘅太湖，第5就係荷蘭嘅 Snowbird， 第4咧就係成都嘅融創，第3咧就係我哋熟悉嘅廣州融創，然後第1咧就係上海嘅耀雪同埋哈爾濱嘅融創啊。全世界最大嘅室內滑雪場咧，10個咧有6個係中國嘅，咁計埋年底開幕嘅深圳，咁就將會有7個啦。唔好意思，打斷下。我想講咧，拍片咧的確唔係好難，不過咧要剪片咧就真係好難，因為咧你隻手指公咧係捉唔實個 mouse 咧，你個靈敏度咧就差啲啦。所以你就一路撳錯掣，同時咧又因為咧呢嚿嘢咧頂住咗咧，咁就咧我就成個手臂咧都要用多啲力去撐住個 mouse。所以講真，希望快啲好返，唔係真係剪片太辛苦。有啲朋友可能會講，一定因為冬奧啦嚇，北京整完冬奧之後咧，開始有呢個冰雪熱潮啊。其實只係啱咗一半嘅啫。其中一個原因咧，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早喺2015年嘅時候咧，國務院咧已經向體育嘅經濟發展咧發表咗若干意見。若干意見係咩意思咧？熟悉中央語言學或者係政治嘅朋友咧，歡迎咧喺下邊留言分享下。總之一個 highlight 咧就係話推動體育產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做大嚿餅啊，做新嘅餅，用體育咧去帶動其他嘅市場去發展，譬如新嘅品牌啊、零售業啊、旅行業。其中一點亦都係講到明，大力支持發展極限運動等群眾喜聞樂見和有發展空間的項目。國務院開到聲啦，咁下邊唔同嘅部門就要開始做嘢啦。2016年咧，國家體育總局咧就發布咗冰雪運動嘅發展規則。發展冰雪運動有利於滿足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最大嘅 highlight， 亦都我覺得有少少吹過龍嘅，確保實現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咁講到咁大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3億人去參與冰雪運動。咁下邊地方政府啊、民企啊、國企啊，實一定狗衝落去，大力支持響應國家嘅呼籲啊！咁就正因為呢啲政策嘅推動嘅背景之下咧，唔同嘅公司咧就開始湧入去建設呢個冰雪嘅基建，然後我哋熟悉嘅融創就喺呢個時候開始做出全國佈局。咁融創又係咩公司咧？地產商喺香港上市，代號1918。2014年咧，國務院發表咗批文之後咧，2016年咧，國家體育總局咧就作出咗規劃啦。咁2017年咧，融創咧就晒冷啦，向萬達咧收購咗13個文旅城。文旅城我相信如果你去過融創都大概知道啦，有水上樂園啦，有酒店啦，有住宅啦，有商場啦，有冰雪世界啦，然後有其他嘅主題樂園。抌咗幾多錢咧？436億。同一時間咧，哈爾濱嘅冰雪世界咧就正式開幕。冰雪世界融創咧喺哈爾濱咧，其實咧係收購自萬達嘅。然後2019年咧，廣州咧嘅融創亦都開業啦。同哈爾濱嘅冰雪世界一樣咧，廣州嘅融創咧，亦都係本身嚟自萬達嘅。咁之後其他地方，包括好似成都、昆明咧，亦都陸續開業。
嗱，有啲融創文旅城咧係佢自己打造出嚟，然後去到2021年，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 ，Covid 開始。喺 Covid 之前咧已經被爆咧，佢哋嘅負債咧係達到200%，等於佢哋有1000億資產咧，佢哋差人錢係差2000萬。嗱，咁佢哋投資咗幾多喺呢啲文旅城冰雪世界入邊咧？嗱，據估計咧係超過1000億，嗱，至少係1000億，可能達到2000億添。但係總共嘅收入咧，只不過係佔咗1.3%，成個集團嘅1.3%。只係短短嘅幾年期間，佢哋就要賤賣佢哋嘅冰雪世界或者大部分嘅文旅城資產，包括我哋熟悉嘅廣州融創，其實已經將個股份轉讓俾當地嘅國企或者政府，包括哈爾濱。短短幾年，從收購人哋嘅文旅城到賤賣，只不過係5-6年之間。呢啲正式變成佢哋嘅壞資產、爛資產。嗱，我哋一直提及嘅萬達咧，究竟係一間咩公司咧？嗱，佢基本上就係更早嘅融創。嗱，佢哋嘅老細出名啦，王健林曾經係中國嘅首富，有佢個仔咧，可能係最出名嘅富二代。佢做嘅嘢咧，基本上就係融創嘅翻版，不過更早之前去做。嗱，高槓桿啦，高負債啦，大量投資呢啲文旅城啦，後果係咩？仲未不停變賣啦。嗱，譬如佢哋就將佢哋文旅城賣咗俾融創啦，又為咗去抵債咧，就不停賣佢哋資產啦。佢哋係萬達廣場啦。嗱，有人笑稱咧，萬達廣場變咗萬達賣場。咁大家會問，嗱，我自己都會問，點解融創學唔精咧？嗱，已經有前車之鑑啦，你點解仲要重蹈覆轍啊？嗱，我都冇實質證據嘅，不過咧，我會用幾個點去解釋。第一點，政策推動呢個我唔使解釋，佢覺得係天賜良機嚇，天時地利人和。第二個，佢哋可能覺得萬達做唔好啫，唔代表我做唔好㗎。佢哋 execution 唔掂咧，我哋可能會 execute 得好過佢哋喎。第三個，我覺得亦都係大陸做市場嘅通病，就係有賭徒心態。嗱，基本上係不顧成本或者唔顧呢個盈利率啊，先搶咗先，攞咗 market share 再講，攞到規模之後咧就有市場話語權，有市場話語權咧就有定價權，咁到時我哋再賺錢都唔遲。嗱，大家睇到呢個現象咧，譬如喺電動汽車咧，都睇到而家呢個現象，同埋嗰時嘅經濟係一片向好咯，大家都估唔到有 Covid 嘅出現。嗱，呢幾點係估嘅啫，嗱，要展開嚟講咧，亦都太長啦。咁下次有機會咧，我會再做研究。嗱，咁大家可能會繼續問啦，喂，而家有前車之鑑嘅前車之鑑，有萬達同埋融創已經冧低咗啦。咁後邊點解仲會有上海，仲有今年年底落成嘅深圳室內滑雪場？呢啲重型資產究竟係邊個投資咧 ？The show must go on。嗱，而家接手嘅全部都係國家隊成員，全部都係國企嚟。咁政府嘅取態係咩咧？喺10年之後咧，國務院對冰雪運動又發行咗若干意見。嗱，咁佢哋講咗啲咩咧？個 highlight 就係為鞏固和擴大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成果，以冰雪運動為引領，帶動冰雪文化、冰雪裝備、冰雪旅遊全產業鏈發展，推動冰雪經濟成為新增長點。仲出咗一個新 term 叫冰雪絲路嚇，將冰雪經濟總規模達到1.5萬億。嗱，總之呢嚿餅咧要繼續畫嚇，10年規劃啊，要繼續畫啊，做得越大越好。嗱，咁私人企業咧而家見到有前車之鑑啦，唔會再投入啦，國家隊出力啊。上海嘅耀雪冰雪世界咧係屬於陸家嘴集團港城開發國企公司，深圳前海華發冰雪世界咧係珠海華發國企公司。佢哋主打咧就係基建啊，國家級旅遊啊，咁佢哋嘅負債同埋財務狀況咧係相對比另外幾個民企嘅地產商咧係健康得多嘅。而我都有理由相信咧，佢哋嘅任務咧未必係為咗賺錢。你問我咧，對於成個政策或者冰雪熱潮呢個現象點樣睇？嗱，我覺得政策推動令到資金流入呢個冰雪世界咧，未嘗係一件壞事。好似冬奧之後咧，我哋見到嗱谷愛凌啦，變咗中國家傳戶曉嘅人物啦。如果你當係中國人嘅話，你見到有大陸嘅劇集咧用滑雪做主題啦，你見到有越嚟越多嘅 KOL 喺 social media 啦，而且滑雪嘅人亦都真係越嚟越多啦。你譬如睇下 Covid 前同埋 Covid 後嘅數據咧，係多咗差唔多3倍。但係亦都老實講句，資金或者硬件喺中國從來都唔係一個問題。
嗱，根據唔同嘅報告指出咧，中國變成核心滑雪者嘅轉化率咧，只不過得2到3% 嘅啫。即係有100個人滑雪咧，得2到3個人咧之後咧會滑雪滑超過2次以上。嗱，呢個數據咧比日本同埋歐美嘅地方要低得多。嗱，呢個唔係單可以資金解決到，仲要做到3億人滑雪，簡直就係天方夜譚。我相信連踢波同打籃球都冇咁多人去做到。嗱，而家的確全年度，如果你只要想滑雪，你的確係可以滑到嘅。嗱，資金帶嚟咗呢個場地嘅優惠，但另外2個因素，第一就係成本，第二就係時間。打工仔嘅時間又點解決呢？嗱，眾所周知，中國嘅打工文化996，大陸嘅有薪假期咧，只不過大概係5日左右，又比大部分嘅其他發達國家咧要低得多嘅。如果你有薪假得5日，又平時做到隻狗咁樣，你放假嘅時候會唔會去滑雪咧？定係會陪下屋企人啊？嗱，我相信咧呢個答案係不言自明。嗱，另外日本、歐洲大部分小學、中學佢哋都有上滑雪課。嗱，滑雪喺有啲國家咧係必修課，家長、老師、社區係高度參與，仲有培訓教練咧。嗱，我都聽過喺大陸咧，只要你雪齡咧上幾日識得 S-turn 咧，基本上已經可以考牌做教練。所以你問我嘅睇法就係硬件重要，資金重要，資金絕對唔會係一個壞事。但係其他軟件可能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咁我又 book 咗下年日本長野嘅滑雪場啦。嗱，將會去妙高、班尾同埋野澤。今次我哋講得又差唔多啦，咁下次我哋再傾啦，拜拜。